賞《屬夢》，我哋等緊我哋嘅主創、導演、演員張家輝先生點解嚟個片？劉俊謙、Milo、Jason 同埋 Cathy 好欣然。大家好，我係張家輝。大家好，我係 Brian。大家好，我係劉俊謙。大家好，我係朱陳麗。大家好，我係許欣怡。多謝你哋。我今日你哋睇咗㗎啦，係嘛？得唔得啊？中唔中意啊？中意。我諗因為呢個戲咧，前後好多往事同現今嘅戲去即係兜兜轉轉，大家會唔會覺得當中有啲細節啊，或者一啲情節想我哋你唔明白，更想我哋會解答你個問題嘅地方咧？如果有嘅咧，大家可以舉手，我哋大家可以傾下偈，即係解答下大家嘅問題咁嘅，好唔好啊？得唔得？我哋有一套透明嘅 postcard 送嘅，呢位朋友問到問題。喺呢度嗌得㗎啦。係啊，係你。好。喂，我想問，我翻嚟覺得我想知道《屬夢》呢個即係點樣解係救贖嘅意思？唔係啊嘛？呢個咁簡單嘅中文字，送唔送啊咁？咩話佢話？唔係解答咗先。喂，屬夢你想解答啲乜喎？嘢？你喺邊度嚟嘅？屬夢係救贖啊？係咪真係救贖嘅咁樣？你可以當係夢中救贖啦，即係如果解釋嘅意思，即係有啲嘢你總要贖翻嚟嘅，譬如你預知咗一啲嘢，你交換咗一啲嘢，當你想要翻嘅時候，你都要贖翻佢翻嚟，即係唔係話你可以攞翻就攞翻咁樣。咁屬夢都係你喺夢中裏邊，希望有啲救贖，可以攞翻一啲自己安心啊，或者一啲罪孽啊咁樣。OK， 好啊。下一位。係。呢位小姐。就是我想問一下阿谦，就是首先說，這個阿谦的眼睫毛就是很長，很好看，真的眼睫毛很長，很好看。好，謝謝。還有就是最後片段的時候，就是最後片段的時候，就是說，就是阿谦就演戲用那個，就是演那個小孩子做夢境的時候，就是用哭腔來表示，就是用成人的方式，就是用小孩子的方式來進行表演，就是肯定是想表達的是小孩子過去的一種表象。我想問一下，其實最後就是阿谦演這個文醫生，最後他有沒有就是和他的父親和解，就是這樣一個以前就是在心裡的創傷？有，絕對有，因為他作為一個醫生，他其實可以醫治很多病人嘛。但其實在心裡面有一個黑洞，就是以前發生的事情，他跟他的家庭，他跟爸爸還有媽媽的事情，他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原因，他為什麼會做醫生。然後到最後，其實他跟他爸有和解，但其實他在夢裡面是不是最終劉先生有出現嘛？對。他本來以為就是這個已經是已經是解決了，因為就是以前他偷了爸爸的錢去買那個手鐲給媽媽嘛，然後以為那個事情已經解決了，跟爸爸和解已經解決了，但其實還有一個更底層的一個夢在裡面，就是其實媽媽是他推下去的，所以他其實根本沒有解決到最根本性的一個問題。因為我看到最後就是阿謙那個表演，就是用他那個表演去表演出那種小孩子的那種哭腔，所以感覺是很細膩的，就是體現了小時候那個當時的感覺。好，謝謝。好，阿黐喺度喂。我哋俾呢位黑色衫呢位黑色衫揞住嘴呢位係小姐朋友，問下先得啦。好，你好好啊嚇，點解你咁好嘅？係咪呢位啊？係啊。你做得好好啊！嗰個動作。多謝。係啊，構圖啊，各樣嘢啊都好好。唔係我係張家輝。係啊，張家
套係同其他港產片係完全唔同嘅，我覺得。係，咁其實我立心咧都係，其實我過往幾次嘅經驗咧，喺嗰個初衷啊，嗰、個立心嗰個起點咧，我都係有呢個成分喺度㗎。不過你話喂，你有啲中意，有啲唔中意，咁我都冇辦法，因為你擺喺個市場度，始終都係百貨百客，亦都唔可以每一次都即係令到大家都喜歡某些題材。但係我就即係喺個主流嘅電影圈上，我都係一個演員啦。咁因為我演嘅戲主流，如果人哋收得嘅，都係揾你去做嗰啲嘢嘅啫嘛。但係可能喺某一段期間，我又會好執意，希望做一啲脫離軌道、偏門一啲、多元化啲嘅嘢，想俾大家睇下，希望大家可以多選擇一啲咁咯。咁裏邊夾雜住都有一部分嘅成因，一定係想做一啲比較偏門啲嘅題材。係啊，多謝大家今日嚟嘅支持，我哋一個咁偏門嘅題材嚇，就真多謝啦。邊個問題？問埋咯。係啊，佢笑得好甜啊，好多肉啊佢。好嘢啦，肉面飛龍啊嘛。鑽石與黃金不及我對家輝一片真誠與真心。係咁，下個呢句唔好講啊嘛。咁咪揸手。多謝你。跟住，好，多謝你哋。有咪喺攞走。我想有個問題想問，就係好嚟啊！去到最後啦，咁法拉演嗰個角色啦，佢就跳樓，然後砸咗落個貨車度啦。咁然後最後家輝喺最後喺監獄嘅時候睇落去好似得到救贖咁樣，但係法拉佢跳樓嗰段係你嘅，依然係你嘅夢啦，定係真實唔係夢嚟㗎啦，即係喺嗰個獄長啊，個獄長走埋嚟同我講：喂，你老婆頂唔順喎，琴晚2點鐘喺屋企自己跳樓落嚟死咗。咁嗰一刻我都好。已經去到一個好無奈啦，即係呢個選擇都可能喺我計算裏邊其中一個選項嚟嘅，咁都冇嘢阻止到啦。咁始終佢都做過呢件事，咁喺我呢邊條線嘅戲就喺呢度完咗。咁啊，跟住就睇翻啊 Doctor Man 啊後邊嗰啲底層嘅夢境啊，有個入夢大師走咗入嚟啊，哇！好好睇啊！咁我分享多句好唔好 ？OK， 咁啊，大家有冇留意到入夢大師啊嗰個後尾就有條好嚴重嘅疤痕啊？有冇啊？有啊嘛？睇唔睇到佢嘅手係有隻手係咁有冇人想知係點解啊？舉隻手嚟睇下先啦。咁多啊，咁得啦，我自己講。因為我如果有睇我嘅戲，可能睇過《陀地驅魔人》啦。咁其實喺《陀地驅魔人》嘅結尾咧，我都揾咗一個好嚴重嘅角色，揾咗一個嚴重嘅人嚟做嘅，就係張學友啦，戴住一個帽，一個死神嘅姿態咁嚟到同我嘅對視啦。咁至於今次咧，可能你當算係我嘅我自己拍呢一類型題材嘅電影嘅一個 signature。咁我亦都想揾一個有份量嘅角色，有份量嘅人咧，去擔當呢一個位置嘅。咁點解要咁做啫？咁其實都冇乜點解，即係一個 open ending 嚟嘅啫。咁但係今次我再用呢個方式咧，我就想多加一啲故事性嘅內容，更多喺呢一個咁簡單嘅出現嘅人物上邊啊。所以你見到佢嘅疤痕同埋佢嘅手啊，同埋佢嘅自身能力咧，都係一個好有內容嘅人嚟嘅。即係佢亦都同佢亦都同阿 Doctor Man 講過，佢係真係曾經死過咁樣。自此佢有呢個執人哋夢嘅能力咁樣。咁啊變咗喺最尾佢入到去阿 Doctor Man 嘅夢境嘅時候，其實佢都係想拯救阿 Doctor Man，因為 Doctor Man 從來都唔知道，佢以為同爸爸冰釋前嫌咗之後咧，就係咁多。原來佢唔記得咗自己喺佢媽媽最危難嘅時候，係佢親手擁佢媽媽落樓，了結咗佢媽媽嘅一啲痛苦啊，或者俾佢得到解脫啊，一種咁嘅決定啦。但係當然啦，當時佢只係一個細路哥，佢承受唔到咁大嘅衝擊啊，所以嗰一剎那嘅嘢佢都震撼到自己有一種叫創傷後遺症嘅嘢，令到佢都冇辦法記起嗰一剎那佢做出嘅行為。咁
咁所以喺佢夢境裏邊有啲鏡頭見到佢環繞住啲門喺度又叫啊又笑啊又跳啊，嗰啲其實係佢好複雜嘅情緒嚟嘅。佢一方面好痛心自己做咗一件咁嘅事，或者冇咗媽媽，但係另一方面又覺得可以解決到佢嘅痛苦，佢替佢高興咁樣。個戲嘅成因就係咁樣，好唔好啊？好啊嘛？好，最後一條問題，你揀啦。我揀啦。係啊。我揀呢位粉紅色姐姐。咁我可以 pass 俾一個，係啦，方便。我係張家輝嚟嘅 fans 啦，咁我一直都睇你嘅戲，但係咧我更加欣賞你係追求做導演嘅夢，再加上咧今次咧我睇到你做埋即係編劇咧，我睇到你好多 research 咯，尤其是你頭先所解釋嗰個用 iceberg theory， 因為其實就正就係做到深層裡面嗰個 deep down unconscious， 所以我覺得你真係好叻。你唔單止演技好，而且你做咗好多心機，我睇到。因為本身咧，你頭先講嗰啲咧，就正就係啲 medical 裏面嘅嘢，而你可以透過影像，再加上Dr. Man 做嗰個表達，我覺得好 touching。而且我自己咧，即係 honestly， 你之前做導演陀地驅魔人有啲，其實我自己好驚嘅恐怖戲，好驚。但係就因為我覺得你之前啦，就係喺上年即係喺係咪意大利嗰度係啦，咁你又講咗一啲 concept， 我自己有真係好中意你。咁我知道你用咗好多心機，跟住我自己本身有時候都係要做相關嘅啲嘢，我就覺得你真係表現得好好，所以令到我覺得唔係恐怖片，而係有 meaning 嘅恐怖片，令到真係好出場，我覺得好開心。我希望你繼續努力，繼續可以讓大家去自己咁樣做咧，即係其實係非常揾自己笨嘅，即係當個導演，你會真係好舒服咩？仲要投資嗰方面都係好點講啊？嗱，我唔中意賣慘㗎，即係大家嚟嘅咩啦。但係我想講，我咁做其實都即係除咗自己自身可以想去嘗試一啲領域咧，就自己可以去發揮下咁啦。另一個原因都係，我覺得多元化嘅電影永遠都係觀眾嘅利益嚟嘅，所以我就都強行係咁樣去做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咧，對我個回饋就係最大啦。多謝大家支持我哋嘅節目。我哋事不宜遲，影張相。好啊，嚟啊！可以坐逼啲啊，呢度。好啊。